弟姊妹平安，真欢喜，咱会当组织伫遮各位来敬拜咱的上帝。诗篇113篇第3节说：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赞美的。是的，从日出到日落，我要赞美你。你创造宇宙万物，你是何等的伟大，无法测度。我要用全心全意来赞美你。从太阳出地，直到日落出地旁边，主的名当赞美你。从太阳出来之地，直到日落。上帝是咱的大牧者，咱亲像鱼群，伫上帝保护中无惊吓。上帝搁
着形式。人生的路途，有时嘛会失的行步路，有时嘛会拄着别人看轻咱、取笑咱，咱的心肝真艰苦。安尼是要安怎呢？咱就来主求救，伊会带咱头前的路，一条各新各活的路。上帝是咱的气力，是咱的帮助。软弱无助，是你慈爱的声音，安慰我们，引导我们，使我们脱离罪恶的捆绑。因着你的大能、大爱，你在十字架上流出的宝血，洗净了我们一切的过犯。主啊，我要来求你，我当要来求你，将你所流的宝血。洗我罪恶清气。主
够遵行你的旨意。我要将你的话语在我的心中，让我用一生一世来学你的样式，走在你所喜悦的道路。谢谢你用温柔慈爱的声音声声呼唤，使我们脱去老我。因着你在我们的生命中，我们得以更新成圣。
你是何等的伟大，我们无法测度。我们要用全心全意来赞美你，求你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，遵行你的旨意。在伤心难过时，我们更要靠主坚强，因为你是我们的避难所，是我们的力量，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。愿你保守我们今天的礼拜，得着你丰盛的祝福。这样祷告，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。阿门。